天团5566曾经风靡全台湾，是许多7.8年级生的偶像，单飞不解散的他们，于本月23日再度合体，强势回归到台北小巨蛋开唱，演唱会门票一开卖瞬间秒杀，当天现场更是座无虚席。在演唱会完美落幕后，团员孙协志今25日在个人脸书发布签字文，他表示演唱会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，更有人认为他们已是过气明星，吐露一路走来的心声。艺人孙协志在5566合体公蛋后在脸书发文，他坦言尽管他们在一开始不被看好，很多人觉得他们过气，也有人认为喜欢56是小朋友才会做的事，但他们并没有因此退缩，反而将这些负面能量转化为动力，促使他们不断前进。他说这场演唱会并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，而是在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、经典和人生记录。在这场演唱会中投入的用心跟诚意，相信当天在现场的粉丝都能感受得到。他感性地写着：我和我的兄弟们再度地完成了一场只有我们可以做得到，也只有我们才可以超越我们的一场演出，也感谢所有一起完成这场演唱会的所有伙伴及一路以来支持56的粉丝，更表示如果未来还有机会，希望能在一起努力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纪录。最后他也高喊初心不变，重返荣耀，56不能亡。实习编辑斜线李佳莹。